每一个公幼招生期，不论是长期离园，或者是抽签方式，幼儿园现场的家长拢是客家满四界。为了减轻老师招生的工作以及现场家长的负担，台南市伫1-0学年度正式建立电脑线顶抽签作业，让家长免到现场等待，就当伫线顶直接查询录取的结果，不但方便、资讯嘛更加透明。我们用电脑的这个抽签那其实乐透也是用电脑抽的所以我相信大家对这套系统应该不陌生。我们现场也会邀请社会公正人士邀请律师来全程来这个监督整个抽签的程序，务求平等务求公平，让家长都能够接受。当然最好了就是大家不要再争着打篮球，每个人一个球那大家就不用争了。但事实上，在现阶段我们还是一步一步的努力达到这个目标但是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之前，可能抽签可能是不得已的，也有其必要。台南市去年公幼增班，总共增加14班，375个名额。今年再度增加21班，537个名额。市府表示，未来也会将持续增加落去。2020年的时候就增加1027位，到今年2021年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再增加光是公幼增加537，那非营利我们还会再持续的增加。台南市1-0学年度公幼抽签作业规划伫4月29以及5月7日2天举行，家长会当事先到台南市公幼新生离园管理系统查询，各园会当招收的名额并登记报名。后来伫登记离园抽签当天，观看直播实况，较晚就会当伫系统查询到录取的结果。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